我哋嘅真正嘅功夫係要內在咁完成，而唔係外在你用幾多嘅力氣去做與唔做一啲嘅事情。正正我要你明白，要去處理嘅係呢件事背後 support 住一啲乜嘢原子分子嘅能量震動。我哋嘅修行啦，我哋嘅覺察啦，我哋嘅內觀咧，全部應該喺內在完成。因此我哋嘅信念先至能夠創造我哋嘅實相。就係我哋咧會有一個外在嘅同一個內在嘅環境世界，真正去面對嘅就係我哋呢一個嘅情緒感受嘅嗰個睇法，其實都係嚟自於我哋呢一個嘅課題。呢一個係我好耐之前已經知道㗎啦。呢一句説話，真正嘅功夫喺內心完成。乜嘢係真正嘅功夫喺內心完成？因為咧，我哋嘅人生嘅頭腦咧，基本上唔會咁樣諗㗎。咩內心完成？咩真正嘅功夫？咩叫功夫啊？就係我哋基本上我哋嘅修行啦，我哋嘅覺察啦，我哋嘅內觀咧，全部應該喺內在完成。因此我哋嘅信念先至能夠創造我哋嘅實相。我哋成日念口簧都識㗎啦，我成日話你哋發開口夢都識講㗎啦。信念創造我哋嘅實相。賽斯第一個 part one 咧，基本上就係講我哋第四章，呢個係 part one 嘅第四章。賽斯重複又重複講緊我哋嘅信念係創造緊我哋嘅實相。而真正嘅功夫就係話，我哋要喺內在裏邊咧，先處理我哋呢一啲嘅信念啦。裏邊其實玩緊一個乜嘢嘅遊戲？我哋裏邊儲存咗一啲乜嘢嘅信念，而引發咗我哋現在嘅人事物地。因此，賽斯再次喺呢一章度提醒我哋嘅真正嘅功夫係要內在咁完成，而唔係外在你用幾多嘅力氣去做與唔做一啲嘅事情。因為當你無論喺我哋嘅物質世界嘅呢一個物理性嘅地球裏邊咧，無論你選擇做與選擇唔做咧，都係一個力度。我哋呢一個原子分子嘅強度咧，無論你選擇做與唔做嘅嗰個當下嘅意念，你就已經將呢個人事物地一直咁加力落去。你唔好以為唔理佢。我唔理佢就得啦，係咪啊？我唔理佢咪得咯。你唔理佢嘅嗰個當下，其實你都加緊力落去，因為你根本冇去面對過呢件事，你冇去處理呢件事嘅嗰個逃避嘅嗰個力度咧，一直加緊力落去呢一件事上邊。真正嘅功夫係內在嘅完成嘅嗰個説話，其實係咁解。講嗰件事係冇意思，我再同你去圍繞嗰件事，一直咁加緊力落去。我會令到你嘅情緒，令到你呢件事嘅嗰個濃度、強度嘅原子分子嘅震動咧，我會繼續咁加強。當你真係要揾我去處理事情嘅時候，基本上你同我講完嗰件事咧，我就唔會同你再講嗰件事㗎啦。因為呢件事嘅背後有一啲嘅 support 住，而我要處理，正我要你明白要去處理嘅係呢件事背後 support 住一啲乜嘢原子分子嘅能量震動。呢條路徑你先至引發到嗰件事出嚟嘛，係咪啊 ？OK， 咁我而家就講下嗰條路徑咯。其實我哋嘅世界咧，無論任何嘅人事物地啦、自己啦、身體啦，各樣嘢咧，我哋都有分開咗一個咧好明顯相同嘅一個性質嘅，就係我哋咧會有一個外在嘅同一個內在嘅環境世界。乜嘢係外在？咩係內在啊？就係我哋有一個外在嘅世界，係咪？呢個你肉眼睇到嘅呢一個外在嘅世界，其實外在嘅背後內裏咧，其實有一個你肉眼睇唔到嘅網絡嘅。嗰啲係乜嘢咧？就係你嘅一啲引發喺呢一個物質世界嘅一個唔同形態嘅一個原子分子嘅震動。我哋呢一個嘅世界喺呢個物質嘅世界呢一個嘅物理性裏邊。我哋背後咧一定冇辦法去脫離嘅一個物理性咧，就係我哋所有嘅呢一個地球裏邊嘅性質咧，都嚟自原子分子，都嚟自我哋嘅粒子，係咪啊？我哋呢一個世界所有嘅嘢，無論任何嘅形態嘅動物啦、植物啦、人啦、物件啦，所有呢一個地球水邊所見到嘅嘢咧，我哋裏邊都有一個內在嘅原子分子嘅粒子。我哋就係經過呢啲原子分子嘅粒子嘅嗰個嘅排列啦，嗰個嘅密度啦，嗰個嘅強度唔同咧，而令到我哋呢一個嘅世界咧，由
多姿多彩嘅唔同嘅一啲形態出現，有固態、有液態、有氣態、有離子態。但係呢一個原子分子係我哋肉眼睇唔到嘅，你冇可能話，我要睇下呢件衫嘅原子分子係啲乜嘢，係冇可能嘅，因為我哋嘅頭腦、我哋嘅眼睛係唔能夠詮釋呢一樣嘢。但係我哋能夠嘅就係從呢一個嘅原子分子嘅粒子咧裏邊咧所見到嘅一個外在嘅一個物質嘅世界。而呢一個外在嘅物質世界裏邊咧，其實我哋每一樣嘢都有一個外同一個內。你諗下，你嘅身體係咪一個外殼嘅身體？就係呢一個外殼，你可以摸到嘅，平時沖涼可以摸到嘅一個外在嘅身體嘅軀殼。但係我哋內在有啲乜嘢啊？我哋有好多肉眼睇唔到嘅系統啦、器官啦、細胞啦、細胞核啦等等等等嘅呢一啲內在嘅一個層面嘅東西。你諗下，我哋亦都有一個外在嘅太空嘅宇宙，但係都有內在嘅一個我哋自己嘅太陽系，影響住我哋嘅呢一個地球嘅一啲唔同嘅物理性喺裏邊。所有嘢都係，甚至一個國家都有。外在係乜嘢啊？國與國之間嘅外交政策啦，係咪啊？內在咧，內政，而家新聞成日都聽噶嘛。所以因此我哋咧，每一個呢一個世界咧，都有一個外在同一個內在。因此咧，我哋係冇辦法咧去到脫離呢一個咧，我哋呢一個物理性嘅原則性。賽斯頭先講啦，我哋所有嘅功夫咧，必須由內在完成。我哋要從我哋嘅外在嘅呢一個物質世界咧，而睇到我哋嗰條原子分子粒子嘅嗰個震動係啲乜嘢啦？嗰條路徑係點樣令到佢咧中間喺我哋肉眼睇唔到嘅一個網絡裏邊咧去連結翻呢一件事翻嚟？而當中有啲乜嘢係我哋喺內在原子分子裏邊咧不停喺度完成，而我哋又見唔到嘅咧？講嚟聽下。我哋嘅內在包含住啲乜嘢咧？就係你嘅情緒啦、感受啦。而我哋嘅情緒咧、感受咧，當中咧會引發咗一個咧，我哋將情緒感受嘅嗰啲原子分子嘅嗰個震動咧，當佢越嚟越密嘅時候咧，就會形成咗一個更大嘅好多嘅情緒，好多唔同嘅感受嘅時候咧，就會形成咗一個咧更大嘅感知。咩係感知啊？就係你對呢一個嘅世界嘅嗰個睇法。你點樣去睇咧？對自己嘅嗰個睇法，你會點樣去睇自己咧？你點樣去睇呢個嘅世界咧？點樣去睇自己咧？點樣去睇自己同呢一個世界之間嘅嗰個關係嘅睇法？你諗下，好多人分唔到嘅就係睇法其實同情緒感受係唔同嘅。我試下問你哋對金錢嘅睇法，你裏邊咧好多感受情緒喺裏邊嘅，同一個睇法裏邊。你哋講下你對金錢嘅睇法係點樣㗎？好空白。OK， 佢對金錢嘅係一個好空白嘅情況。空白裏邊包含住啲咩咧？驚冇。好驚嘅情緒嚟嘅喎。你又講下你對錢嘅睇法係點樣嘅？好重要。好重要。嗱，有呢個好唔同嘅睇法。有壓力。有壓力，壓力係一個情緒。怕冇。怕冇都係一個嗰個憂慮、擔心都係一個情緒。同埋開心，有嘅時候好開心。有嘅時候會好喜悅，但係你諗下，佢頭先講嘅嗰幾個情緒喎，即係好擔憂啦，好容易擔心啦，有壓力會有喜悅，三個嘅情緒先至形成佢呢個好重要嘅睇法。你諗下，其實睇法同情緒咧係幾個嘅情緒先至會形成一個比較大嘅一個睇法喺裏邊。聽唔聽得明呢一個？因此咧，睇法同情緒感受係唔同嘅。但係呢啲都係喺內在裏邊嘅。你諗下，你唔講，我唔問你，你唔講，其實冇人會知噶嘛。你眼睇唔到嘅呢啲嘢，但係你裏邊其實你當你問嘅時候，你去感受嘅時候，你就會感受到自己對錢嘅嗰個睇法，對親密關係嘅嗰個睇法，對工作嘅嗰個睇法。
睇法嘅背後就會包含住連帶住好多條嘅情緒同埋感受喺裏邊。仲有啲咩係你肉眼睇唔到㗎內在？要講嘅咧就係你嘅課題。你嘅課題都係一個內在嘅一個比較大嘅一個原子分子嘅震動。你呢一個你全部都係因為你呢一個嘅課題，呢一個嘅課題裏邊包含住啲乜嘢啊？包含住你嘅身份啦、排行啦、性別啦、族群、國籍、出生嘅人事地時啦，最重要嘅係你嘅父母。呢一個咧，亦都係我哋內在嘅一個生命裏邊咧不可或缺嘅一個影響住你人生嘅整條路徑嘅呢一個內在嘅一個情況。我哋嘅外在嘅物質世界包含住嘅係，我又講翻呢一邊啦，因為頭先有同學講病 ，OK？ 你嘅外在嘅呢一個物質世界咧，包含住兩方面嘅顯化。第一方面就係人事物，包含住嘅係你嘅工作、你嘅金錢、你嘅關係，任何嘅關係，你嘅個人嘅發展，等等等等。所有嘅呢一啲外在嘅人事物咧，都係喺你呢一個嘅外在嘅人、外在嘅物質世界去顯化出嚟嘅。因為呢啲嘢全部都係你所接觸到、你所見到、你所摸到、你所睇到嘅東西。另一個嘅層面所顯化出嚟嘅就係你嘅身體。你嘅身體亦都係一個外在嘅一個物質世界裏邊所顯化嘅反應。咩係反應啊？就係經由咧我哋內在嘅呢一個原子分子嘅粒子嘅嗰個震動，因為呢一個嘅課題，所有包含住呢一個課題嘅裏邊嘅呢一啲嘢咧，而引申咗一啲嘅情緒感受出嚟。從邊度啊？從你嘅原生家庭，從你嘅族群。頭先賽斯講嘅成段都係講我哋細個嘅時候，我哋嘅嗰個意念啊，嗰個情緒所有嘅感受，其實都係嚟自於你媽媽爸爸對呢一個世界嘅睇法。我哋經常性咧，如果用人話嚟講咧，其實你係你而家爸爸媽媽嘅放大版，唔接受同唔存在係另一樣嘢。OK， 你接唔接受佢都好，佢就係咁樣去存在㗎啦。你諗下，其實你而家嘅所有行為嘅模式咧，所有嘅選擇嘅模式咧，所有嘅情感嘅模式咧，其實都係嚟自於爸爸媽媽嘅一個放大版嚟嘅。點樣都揾到痕跡喺裏邊嘅。點樣去睇呢一個嘅世界？點樣去睇自己？點樣去睇金錢？點樣去睇工作？點樣去睇個人發展？點樣去睇親密關係？都有喺爸爸媽媽嘅呢一個睇法嘅痕跡裏邊。但係你嘅爸爸媽媽係點樣脫離關係？你都係冇辦法脫離呢一個嘅關係。even 你登晒聲明我同佢脫離母子關係，我脫離父子關係。喂，呢個係法律上嘅啫。外在嘅，但係你內在點樣都冇得去脫離呢一個嘅關係。因此我哋要真正去面對嘅就係我哋呢一個嘅情緒感受嘅嗰個睇法，其實都係嚟自於我哋呢一個嘅課題。你諗下，我哋經常都話我哋嘅身份唔同，我哋嘅國籍唔同，我哋嘅排行唔同，我哋嘅性別唔同，就已經有唔同嘅情緒感受。even 同一個屋企裏邊都好啦。而呢一個嘅情緒感受感知咧，就會引申到你呢一個嘅外在嘅人事物嘅任何嘅層面同埋身體嘅狀況。因為我哋太習慣咧，將身體嘅狀況咧去賴咗去一個外在嘅環境上邊。就係我點解會過重啊？係因為我嘅罪惡感而嚟嘅。因為我琴日食咗雪糕啊，因為我琴日食咗薯條啊，因為我琴日食咗東坡肉啊，因為我琴日食咗梅菜扣肉，所以我肥啦。全部都係賴喺你嘅外在世界，但係我哋從來賽斯經常話俾佢聽，但係我哋從來都唔睇呢一邊嘅嘢。但係其實呢一啲嘅嘢先至係內在嘅功夫嚟嘅。真正嘅功夫要喺呢一度去處理。
我講一個得意嘅例子，因為我耳仔咧，佢年紀開始大啦，佢咧經常而家夜晚咧都要起身去廁所。我開始覺察呢一樣嘢啊，當我如果我去處理自己咧呢一個嘅情緒感受咧好燥嘅時候咧，佢起身嘅次數係特別多，都可以令到我呢一個嘅外在狀況可以改變咧，原來都關呢度事。喺你嘅海馬回裏邊嘅呢啲原子分子嘅震動咧，我嘅呢一個課題嘅創傷。排行、性別同埋出生嘅一個創傷嘅課題，嗰個嚴厲地、繃緊地、急躁地、焦躁地咁要求我去做好多嘅嘢去 fulfill 佢嘅要求嘅呢一個佢躁，而令到我接收住呢一個嘅創傷嘅嗰個嘅情緒感受同埋呢一個對事情嘅睇法，而呢一啲嘅儲存嘅呢一啲原子分子嘅震動咧，會形成咗一個你對外在事物嘅一個模式，全部都有呢一條嘅肉眼睇唔到嘅路徑鏈，因此我哋要面對嘅係我哋呢一個內在嘅真正嘅功夫喺內在完成，反應係可以變。